歡迎收睇《職場制勝》，我係李慧儀，我係蕭子恒。上一集我哋了解咗電影編劇嘅工作，有咗劇本，劇組開始拍攝咗冇幾耐啦，影好嘅畫面就要 send 俾剪接師處理啦。剪片呢個工序話簡單可以好簡單，因為係而家數碼拍攝年代，只要有一部規格比較高嘅電腦就做到啦。咁就剪走咗佢啦。但係只係將畫面串連起嚟啦，係唔夠㗎。最重要係帶出成套電影嘅節奏，咁包括係演員情感同埋故事嘅鋪排，呢一啲先係最考剪接師嘅造詣。嗱，要點樣先至可以做到呢一個境界呢？一齊嚟了解電影剪接師嘅工作。戲嚟講咧，係個剪接點樣控制嗰個張力，即係可能個攝影師拍得好好，10個位置都拍得好，佢要邊一個位係好重要啊嘛，佢揀邊個位係個剪接去衡量噶嘛。男人嚟噶嘛，你有冇見孖哥喊過？剪接係一個情感嘅工作，你講緊一個古仔。錢銀女人都係面嗰陣嚟嘅啫，最入肉最深嘅就係專業。你唔投入，咁你點叫觀眾投入咧？我唔撐我哋，我哋自己撐自己。一開工就要投入電影世界裏面。80後新晉電影剪接師 Alan 剪過喜劇、愛情小品以及勵志嘅題材，要將零碎嘅戲劇片段重組、整合、貫通成為一套電影，要靠剪接師嘅專業判斷。我剪接嘅時候咧，通常咧我係唔睇劇本嘅，我睇嘅係咩？我睇嘅係分場。咁因為我好信我第一次睇到嗰啲 footage， 因為我好信我第一次睇到嗰啲畫面嘅時候嗰個感覺。佢有冇提過我㗎？有啊，就係觀眾睇到嘅感覺。嚇？當然我都會再睇翻個劇本嘅，但係就我第一下我係唔睇嘅。咁因為我相信嗰個直覺，第一印象我記住佢，然後等佢發酵。冇嘢。Take two。每套電影嘅拍攝時間可以歷時幾個月甚至幾年，每日拍完嘅場口，相關嘅原始影片素材都會交俾後期製作公司，經處理之後成為可以剪接嘅素材。Alan 同助手收到呢啲素材之後，就會一齊了解下拍攝嘅內容。咁通常呢個過程就維持到拍攝完畢啦。咁喺我助手做緊 rough 嘅同時，咁我就已經處理緊嗰套正片係點樣去梳理嗰個情感啊，又或者係點樣呈現導演同埋劇本上本身佢想帶出嗰個效果。喺佢拍攝完之後嘅第3日，基本上其實嗰個 rough cut 已經係出咗嚟嘅，咁就會同監製啊、導演啊一齊睇片啊。咁呢個時候咧就開始通常都係咁啊，好似同我俾個劇本即係爭好遠喎，即係因為又係 budget 嘅問題啊，冇錢拍咁樣，咁可以點樣咧？即係就算個情感唔到，我哋都要用盡方法去嘗試將嗰個效果呈現出嚟咧。咁呢個係對決嘅交談係會維持好耐嘅。前面擺低就得啦。入行7年，Alan 話高峰期試過同一時間剪3套電影，工作時間日夜顛倒之餘，工作量同收入都唔穩定。啱啱入行嘅時候，即係剪完第一套戲啦，咁就係喺度等咯。咁啊，最後嗰嚿錢6位數字燒到得返4位數字喎，咦都未有新嘢做喎咁樣。咁但係又好好彩嘅，即係運嚟嘅呢啲真係，就喺呢個時候有電話打嚟去，阿倫啊，嗰度有套嘢點啊，係咪埋位啊？你開個價嚟啦咁樣。真係有嘅。同其他行業有啲唔同，電影業每一個崗位嘅薪酬水平，好視乎嗰部電影嘅規模同埋預算。
就算已經貴為老行尊，喺行內打滾咗40年嘅陳師傅，收取嘅酬勞都可以好浮動。少嚟講咧，睇下個導演揼唔揼你啫。我都收過一啲少嘅，因為個導演新嘅或者即係唔係做導演，係做一啲輔導啊或者編劇啊，咁佢想做導演，咁佢嘅 budget 好細嘅嘛，咁啊佢可能揼我嘅，咁我冇乜所謂嗰啲又。大約幾多位數？嗰啲啊幾萬蚊都有㗎，但係有啲即係知佢係已經係大導演嘅，可能以前我未合作過，佢揾我嗰個係天價嚟㗎，可以係個天價50、100都你都可以開㗎。陳師傅曾經多次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提名，並且憑住《千機變》奪得第23屆金像獎最佳剪接。回想返當初入行嗰陣，陳師傅係由徒弟仔做起。入行首先要學嘅係點樣處理菲林。我諗住出嚟。電影業未數碼化之前，係菲林拍攝年代，將菲林剪接配上聲音同埋字幕都要靠剪接師。呢個底片咧就係拍完翻嚟，我哋剪完之後套翻底之後，呢個就係底片嚟嘅。咁呢一個咧就係字幕，字幕咧就係我哋聽嗰個對白，嗰個場有幾多，咁俾人拍完之後咧套完就係呢個。咁呢一個咧就係我哋嘅聲片啦，聲片我哋配完音啊 mix 完咧，佢之後過咗一個叫光學，我哋呢3個咧就套好之後咧就俾黑房去印片嘅。到咗2000年，電影拍攝逐步數碼化，剪接師嘅揾食工具由電腦取代。菲林咧係要錢嘅，好多錢嘅。佢唔淨止個菲林，佢就要沖完之後又要印個吸片，咁全部都係錢。但係而家唔係，因為數碼化，咁印拍完之後，總之過咗電腦，你可以好多個 hard disk 都有都得㗎。而家拍緊我咁，哇係咁 roll 住，咁呢個佢唔會停機㗎嘛，你咪好多咯，多到你點樣去剪咯。新一代想做電影剪接師，未必需要好似陳師傅咁透過師徒制嘅方式入行。好似 Alan 嘅助手阿耀喺大學電影學院畢業就可以入行。讀電影學院嗰陣時就有導演啦、編劇啦、演員啦、後期同埋機燈，但係我最中意都係剪接咯。我發現唔同嘅剪接嘅方法咧，會出到唔同嘅效果出嚟咯。譬如我同你鬧緊交，但係隔離有個男仔，可以將佢變成我同你爭緊一個男仔咁樣，又可以我同你普通朋友鬧交，跟住個男仔勸交咁樣咯。咩啊？中年都大啦，好型嘅。人物追求係乜嘢？跟住咧，人物關係。除咗正規學院，坊間都有呢類型嘅培訓計劃。Alan 而家正係兼職，擔任一個短期剪接課程嘅導師。因為我覺得我教嘅過程，其實我自己都學緊嘢，即係我自己識嘅嘢。如果我唔需要去教人嘅話咧，我就唔會去好有系統咁去諗翻呢樣嘢點樣講咧？呢個技術，即係變咗我自己都思考緊咯。即係呢個係一個再見自己嘅過程咯，我覺得係。辛辛苦苦剪好一部電影，咁當然好想知道觀眾係咪受落啦。究竟成個團隊精心鋪排嘅笑位，小姐你揾邊位？我揾我爹哋。你爹哋入邊位？我爹哋咪即係你咯。有意令人流眼淚嘅感動位，係咪都成功嘅呢？Alan 會親身走入電影院，感受下觀眾嘅反應。好硬淨㗎！即係有陣時都會入去戲院睇翻自己啲戲嘅，咁個都唔係話特登去買飛入場，而係即係都會睇首映㗎。咁係幾開心嘅，即係睇到其實啲觀眾睇嗰個反應，即係你見到佢嗰個情緒真係跟住你嗰樣嘢行嘅時候，好滿足嗰個感覺，係好 amazing 嘅，即係覺得個努力冇白費到。即係見到好多同輩嘅導演啦，咁好辛苦咁去拍一套戲，其實即係大家都好辛苦嘅。然後我做完之後係令到嗰個
效果出咗嚟，係可以令人感動、令人興奮、令人發笑，咁嗰個成功感係好好。即係電影嚟講，我覺得係有思考。你俾觀眾有思考咧，咁喺個過程裏邊，你可以發揮人性究竟係點解會變成咁。咁喺個電影嗰度，即係個觀眾睇到咁嘅話，佢得着一啲嘢，就係做人嘅人生究竟係應該點做。